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讲，这几天引发着热烈讨论的议题。台湾敢真正有法度将做亚洲头一个礼拜休3天的国家呢？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平台发起着这个一礼拜休3天的提议，结果有超过5700个人附议，政府爱伫咧6月底进前来回应。讲这个东吴大学的校长伫咧各大学招大生，第一个跳出来支持。但是教育部认为，也是爱注意到驾考的时数甲学习的状况。学者嘛认为，台湾的科技制造业甲餐饮的理管业，并无适用一礼拜休3天。嘛有电商的头家真感叹哦，讲伫咧台湾做头家真困难。一礼拜休3天3暝，咱台湾的大学东吴是头一个支持到底。因为把原来5天的课程把它排成4天就好了，所以因此学习的内容并没有任何的改变，主要是时间集中来学习而已。因为剩下的时间可以让学生有更多的思考，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原生老板早就发现着。那上早支持的人是去完成出版社的头家甘志忠，2013年度员工一礼拜休3天。不过，到平面媒体报道，有时头类员工私底下讲，头家和主管的心态嘛是同款，完整的配套大欠缺，一礼拜休3天，颠倒予人才捞袂掉。如果这一次我再考0分的话，看到成绩单红字，含看到健康检查报告红字，拢行到软脚。又毋过看到本地一礼拜休2天，变作是一礼拜休3天，对头家和对员工，敢真正是有帮助呢？我们今年扣掉了所有的国定假日跟过年的休假，我们的工作天数呢是234天。那如果你一个劳工呢，工作满5年，他会有15天的年假，那再加上周休3日的话，一年又会多出52个休假日，所以这样算计算，一整年只剩167个工作天，再扣15天好了，整年下来的话，工作天数只剩下152天。那我想请问各位，365天只工作152天，台湾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受得了？基本上我工作时间拉缩短了，那么如果我的工时也没办法拉长的话，那基本上我等于是我劳动者投入的时间会减少，减少情况底下，所以我额外附加班费，或者我的产能一定会减少嘛。所以台湾很多的内需服务业，他希望他每天的工时不用很长，但他需要每天都营业，所以说如果在周休3日的时候，那我相信台湾很多的内需服务业，它反弹一定会更大。就消费者来讲，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一个店家这7个礼拜只开4天？台大高考所副教授陈敏良认为，国外推动一礼拜休3天，企业是采自愿方式，不是立法强制。台湾的科技制造业和餐饮旅宿业并无适合用，安尼会影响企业的营收。若是一礼拜休3天，见红就休困，那咧分红就免少想。专家分析，可能是疫情3年居家办公影响，互员工感觉去公司有去无去，敢若拢共款。头家嘛感觉啊有理无理，敢若嘛无差。那一礼拜休3天，互你一礼拜休7天，凡事会更较好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